弟兄姐妹早安，欢迎大家参加我们今天早上的聯合的崇拜。歡迎弟兄姊妹參加我哋今日早上嘅聯合崇拜。感謝神給我們有雨水，在我們加州很需要有雨水，所以感謝天父給我們有雨水。我感謝神咧，俾我哋有雨水啊！我哋喺加州咧係好需要嘅。大家都知道呢，我的家有30個水桶，都是從這個屋頂裡面流下來，我收藏，然後夏天就來澆花了。我屋企呢有30個水桶，屋頂啲水流落嚟呢，夏天呢就淋花。應該今日呢場雨之後呢，就滿晒啦。所以感謝神俾我哋有雨水，感謝神給我們有雨水，這是神給我們的恩典。我們要開始我們的崇拜了，請大家看看你的手機，看看有沒有變成那個靜音，或是把它關閉。大家留意個手機，咁我哋咧係準備開始我哋嘅崇拜。我將時間交俾阿 David 嚟到帶領我哋今朝崇拜嘅時間。Hello， 各位弟兄們，大家好。今天天氣那麼壞，但是還有那麼多人來到主的面前來崇拜，非常之好。希望你們聽得懂我的香港國語。OK， 那麼現在我們我們有個低頭一個禱告。主啊，今天是2026年第一個星期天的崇拜。希望你一起愛護我們頌恩堂的所有弟兄姐妹。今年新的一年，每個人的身體健康，萬事如意，家庭幸福。回顧去年2025年，全世界發生很多的災害，天災、地震、火災、水災，還有雨災，還有加上很多國家一直在打仗，不止掉很多是生命。我們的希望，新的一年，全世界都和平。希望你主愛護我們的地球，以你大能之手照顧我們，保護我們，讓那個戰爭的平息。更希望你照顧我們所有頌恩堂的所有兄弟姐妹。以上是所求，是以主的名義，阿們。今天的詩篇，今天的宣教經文是詩篇第9篇第1到第2。我要一心稱謝耶和華，我要傳揚你一切奇妙的作為，我要因你歡喜快樂。至高者，我要歌頌你的名。這首是廣東歌。因述說主愛，獻上讚美，讚頌主恩，感謝恩主賜我美事，一生一世主恩滿載，全感恩，述說主愛，獻上讚美，頌讚主恩，感謝恩主賜我美事，
一生一世，主恩滿載。願我的最好與主，因他將永生賜給我，為我犧牲，受死在生，令我欣慰。為你舉起我的兩手，感恩的祭金獻給你，奉讚我的永生，求主奉上一切。我的羊聽我的聲音，我也認識他們，他們也跟着我，我又賜給他們永生，他們永不滅亡，誰也不能從我手裏把他們奪去。約翰福音第10章。所以弟兄們，我以神的慈悲勸你們，將身體獻上，當作活祭，是聖潔的，是神所喜悅的。你們如此侍奉，乃是理所當然的。我的最好與主，因他將永生賜給我，為我犧牲，受死在生，令我欣慰。為你舉起我的兩手，感恩的祭金獻給你，奉讚我的永生，求主奉上一切。全感恩，述說主愛，獻上讚美，頌讚主恩，感謝恩主賜我美事，一生一世主恩滿載。你真誠的心將伏在你面前，開我心眼，使我看見你感恩的心，領受生命活水，從你而來的溫柔謙卑，何等恩典，你竟然在乎我，何等恩典，你寶血為我流，何等恩典，你以尊貴榮耀為我冠冕，我的罪也充滿讚美。真誠
的心，降伏在你面前，开我心眼，使我看见你感恩的心，领受生命活水，从你而来的温柔谦卑，何等恩典，你竟然在乎我，何等恩典，你宝血为我流，何等恩典，你以尊贵荣耀为我冠冕，我的罪别充满赞美。挪去我所有枷锁，你挪去我所有重担，你挪去我所有伤悲，你的名配得所有重担，你挪去我所有枷锁，你挪去我所有重担，你挪去我所有伤悲，你的名配得所有重担，何等恩典，你竟然在乎我，何等恩典，你宝血为我流，何等恩典，你以尊贵荣耀为我冠冕，我的罪别充满赞美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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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现在诵读经文的时间，今天的是诗篇第65篇第一几部分到13，对吗？大家一起，1、2、3，神啊，西安的人都等候赞美你，或许你的愿也愿向你偿还。听祷告的主啊，凡有血气的都有来救你。罪孽胜了我，至于我们的过犯，你都要赦免。你所拣选，使你亲近你，住在你园中的，这人变为有福。我们必因你居所，愿你美福自主了。拯救我们的神啊，你必以为人秉公义应允我们。你本是一切的和海上远去的人所依靠的。他既以大能束腰，就用力量安定诸山，使诸海的声响和其他波浪的声响，并万民的喧哗都平静了。住在地极的人因你的神迹惧怕，你是日出日落之地都欢呼。你眷顾地降下透雨，使地大得肥美，神的河满了水。你这样浇灌了地，好为人预备五谷。你瞧透地的泥沟，
任凭理智降杠铃，使敌远和，其中发展的梦里赐福。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，你的路径都地下自由，地在旷野的草地上，小山以欢乐束腰，草场以羊群为衣，谷中也长满了五谷，这一切都欢呼歌唱。在无数无数的深夜里，我用星星画出你。你的恩典如晨星，让我珍惜的见到你。在我的歌声里，我用音符赞美你。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扬的。这一生最美的祝福，就是能认识主耶稣。这一生最美的祝福，就是能信靠主耶稣。走在高山深谷，他会伴我同行。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。在无数的黑夜里，我用星星画出你。你的恩典如晨星，让我珍惜的见到你。在我的歌声里，我用音符赞美你。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扬的。这一生最美的祝福，就是能认识主耶稣。这一生最美的祝福，就是能信靠主耶稣。走在高山深谷，他会伴我同行。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，这是一生最美的祝福，就是能认识主耶稣。这一生最美的祝福，就是能信靠主耶稣。走在高山深谷，他会伴我同行。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。走在高山深谷，他会伴我同行。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。时间交给牧师。
各位弟兄姐妹早安。我们新的一年有神特别给我们的祝福。我们新的一年有5位的弟兄姐妹来承担教會嘅職位呢個侍奉嘅崗位。新嘅一年，我哋有新嘅開始，我哋好感謝神呢5位嘅弟兄姊妹願意嚟到承擔教會新嘅一年嘅執委嘅侍奉嘅崗位。現在我邀請他們出來，我介紹他們，請過來這邊好不好啊？大家過嚟呢一邊咧。頭先，好感謝神咧，帶領你哋5位嚟到喺新嘅一年咧，承擔教會呢個執委嘅崗位。呢個工作唔容易做，特別新嘅一年，我哋教會面對有唔同嘅挑戰，但係好感謝神使用你哋，願意嚟到承擔呢個侍奉嘅崗位。我哋求神咧嚟到祝福使用你哋每一位。非常感謝神帶領你們得到神的感動，願意承擔新的一年的職位的侍奉的崗位。今年教會也面對不同的挑戰，但是神使用你們，所以我們都知道你們會面對教會很重要的決定特別為你們禱告，為你們非常的感恩。各位弟兄姊妹，我哋需要為佢哋有禱告。願意承擔呢個侍奉嘅崗位係不容易。大家都明白我哋教會所面對嘅挑戰，但係我哋深信神要使用佢哋嚟到為教會作一啲好重要嘅決定，帶領教會前面嘅道路繼續嘅增長。我哋需要為佢哋禱告，我要求大家係特別為佢哋祈禱，支持佢哋嘅工作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們非常感謝神，這5位的弟兄姐妹很願意來承擔新的一年教會的帶領的侍奉的崗位，做職位的這個侍奉。這個工作不容易做，他們有一些蠻有挑戰的決定要做，但是我們很相信神給他們每一位的恩典。我們需要弟兄姐妹特別為他們來禱告。其實我非常感恩，我都知道過去好幾年不太多人願意承擔這個職位的崗位，有些時候只有2個，有些時候我也害怕，可能只有1個，那個不行，只有1個2個那個不行所以起碼我們都有2位。但是今年我們有5位的弟兄姐妹，那個是神給我們的恩典所以我們要同心特別為他們每一位來禱告。我哋特別要同心嘅為佢哋禱告，求神嚟到祝福，嚟到使用佢哋。好，我哋同心嚟到祈禱。親愛的主耶穌，我們非常感謝你，你是教會的頭，你是教會的元首。你的寶血買贖你的教會，你讓我們在這個地區為你建立這個教會，傳揚你的福音。我們感謝神你給我們的恩典。我們教會已經快到20年的週年的時間了。我們過去經歷神你好多的恩典。我們面對新的一年，我們要感謝神，你感動這5位的弟兄姐妹，他們願意透過選舉，願意順服你的帶領，承擔這個職位這個重要的崗位。我們同心的為他們每一位來禱告，求神你的恩典特別與他們同在，保護他們，給他們有健康的身體，祝福他們的家庭，祝福他們的工作，讓他們每一方面都經歷神你的恩典。有求神你給他們有智慧，有求神你給他們有力量來承擔帶領教會的事工，
我們願意好恭敬地把他們每一位放在神你的手，求神你引導，你帶領他們，你特別來使用他們每一位。親愛主耶穌，我哋好感謝你，因為你係教會嘅頭，你係教會嘅元首，你嘅寶血買贖你嘅教會，讓我哋能夠喺呢一個地方能夠建立眾恩堂，傳揚你自己嘅福音。我哋感謝主過去嘅20年，你恩待你嘅教會，俾我哋能夠喺呢一個地方傳揚你自己嘅福音。主耶穌，我哋面對新嘅一年，我哋繼續嘅仰望你，我哋為着你揀選呢5位嘅弟兄姊妹承擔教會嘅領導嘅崗位，我哋為佢哋禱告，我哋懇求主你特別嘅施恩憐憫，祝福佢哋，賜福佢哋，俾佢哋有健康嘅身體，俾佢哋有恩典，賜福佢哋嘅家庭，俾佢哋有屬靈嘅智慧，俾佢哋能夠有力量，俾佢能夠喺神嘅面前有謙卑嘅嚟到等候，尋求你自己嘅心意，帶領教會前面我哋要走嘅道路。我哋好恭敬將佢哋每一位交託仰望喺主嘅恩手，願你喺我哋當中嚟到得一切嘅榮耀。喺新嘅一年裏邊，主啊，我哋仰望你，我哋深信你係教會嘅頭，你係教會嘅元首，你嘅寶血買贖呢個教會，你要帶領教會走前面嘅道路。我哋懇求你把得救嘅人數嚟到加添喺你嘅教會當中，讓我哋喺呢度繼續為你做一個美好嘅見證，能夠榮耀你嘅名。主啊，你賜福每一位侍奉嘅弟兄姊妹，唔單止係我哋嘅5位嘅執委，還有我哋其他好多嘅弟兄姊妹喺唔同嘅崗位裏邊侍奉嘅，我哋都為佢哋禱告，求神你都賜福、恩待、保守、帶領、使用佢哋每一位。我哋恭敬仰望喺你嘅恩手，我哋感謝主你嘅賜福、你嘅帶領，我哋要將一切嘅榮耀歸俾你。多謝你聽我哋嘅禱告，感恩。奉耶穌基督嘅名求，阿門。請大家歡迎他們。我把時間交給關牧師，今天跟我們分享神的話語啦。關牧師要講國語，然後廣東話咧，你們想要聽國語還是廣東話？國語。國語就好快完嘅啫。那他就最好。他說國語都講得很快的。我哋今日嘅經文係喺傳道書嘅12章1至8節。今天我們的經文是在傳道書的12章1到8節。不如我哋讀一次。我們一起來讀。你想讀廣東話又得，普通話又得，唔緊要。你要讀廣東話或者是國語都可以。傳道書12章1至8節。傳道書12章1到8節。我哋一齊讀。我們一起來讀。你趁着年幼衰敗的日子尚未來到，就是你所說我毫無喜樂那些日子未曾臨近之先，當紀念造你的主，不要等到日頭光明，月亮星宿變為黑暗，雨後雲彩返回，看守房屋的發抖，有力的屈身，推磨的稀少就止息，從窗戶往外看的都昏暗，門的關閉，推磨的響聲微小，缺了一覺，人就起來，歌唱的女子也都衰微，人怕高處，路上有驚慌，杏樹開花，蚱蜢成為重擔，人所願的也都廢掉，因為人歸他永遠的家，吊喪的在街上往來，銀鏈掉斷，金冠破裂，盤子在船旁損壞，水輪在井口破爛，塵土仍歸於地，靈乃歸於賜靈的神。傳道者說：
虛空的虛空空虛，凡事都是虛空。我哋一齊低頭祈禱。我們一起禱告。真係主，我哋多謝你。親愛的主，我們感謝你。求你嘅靈喺我哋當中。求你的靈在我們的中間。開我哋眼睛。開我們的眼睛。開我哋嘅心靈。開我們的心。俾我哋活一個更精彩嘅人生。給我們活出一個更精彩的人生。祈禱奉主耶穌嘅名。我們禱告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，阿門。呢段經文呢，其實係形容到長者嘅生活。這段經文其實是在形容年長的生活。我第一次聽嘅時候呢，係聽以前建道神學院院長黃元素牧師講嘅。牧師第一次聽這個的經文呢，是在一個老牧師建道神學院的院長所說的。佢講道嘅時候，佢已經寫完佢自己嗰本書，叫做《我的75年》。他講這句話的時候，他已經寫完他自己的那一本書，叫做《我的75年》。如果你有機會睇，可以睇一本書，我唔知仲有冇啊。如果你有機會可以看看，我也不知道這本書可不可以買得到。我聽佢講呢篇道嘅時候，我覺得好遙遠。我聽他講這篇道嘅時候，我覺得這個距離我很遠。嗰陣時我先至20幾歲。那個時候我才牧師才20幾歲。但係而家覺得呢段經文非常之有味。現在牧師看起來看這段經文的時候，覺得它實在是很有味道。但係你唔使驚，今日我哋唔係講呢啲。而今天我們不是講這個。如果你想講嘅，有機會會講。如果你想聽的話，我們有機會講的。今日我同大家講喺年頭講，對尤其是我哋嘅弟兄姊妹年長嘅，有啲提醒我願意俾大家。今天我要講的是有一些的提醒給我們大家。對比我哋年幼或者比較年輕嘅弟兄姊妹，我希望你能夠可以呢個方法係去照顧你嘅年長嘅屋企人。經文雖然是對年長的說，可是今天也希望年輕的聽了道之後，也能夠更明白的怎麼去跟年長的來溝通，或者是照顧他們。喺我哋嘅生活裏邊，到一個地步，佢發覺我哋嘅父母親開始冇以前咁精靈。有時候我們活到一個程度的時候，我們開始發現我們的父母親好像沒有像以前的那麼靈巧。所以我哋有一個心理嘅預備。我們要有一個心裡面的預備。要提醒。要提醒。首先我要俾大家知道一件事，就係話衰老係人嘅一個過程。首先，我們提醒大家的是，衰老是人的一個過程。當人犯罪嘅時候，當人犯罪的時候，神就定咗我哋會死。神就定了我們會老會死。死之前可能有好多係經過個衰老嘅過程。在死之前會經過衰老的過程。我哋一定會衰老，我們一定會老去。我哋一定同我哋後生嘅時候唔同。我們一定跟我們年輕嘅時候不一樣。無論我哋食幾多補品，無論我們吃了多少的補品，我哋食幾多維他命，我們吃了多少的維他命。大家知唔知 Costco 賣維他命嘅地方，嗰個地方係成個賣其他任何嘢最大，除咗食物就係維他命。你有去過 Costco 就會看到，在 Costco 賣維他命的那個地方，是比其他任何的Costco 其他的賣東西的地方那個都大。所以我哋點樣食維他命都好，我哋都會老。不管我們怎麼吃維他命或者是其他的補品，我們都會老。喺外表方面，我哋無論點樣去打扮，在外表，我們不論怎麼去打扮，怎麼去穿着，亦都唔能夠隱藏我哋嘅年紀，也沒辦法隱藏我們的年紀。大家我哋記得香港有一個明星啊，大家會記得一個明星。你講咗個名出嚟，我唔使講。叫黃夏蕙，是吧？我不認識。如果你過度嘅將自己打扮
過度的打扮，你只係成為一個笑話。你只會成為一個笑話。我哋嘅老唔能夠阻，我哋嘅年老唔能夠阻止。我們的老去沒辦法阻止。我哋嘅體力一日一日衰退，唔能夠停止。我們的體力一天一天的減少，這是所以我哋要不能夠改明白變的。呢樣嘢係唔變得。我們要明白這件事情是不會改變的。唯一一樣可以改變嘅係我哋嘅心態。唯一我們能夠改變的是我們的心態。好多時我哋好難同人相處，因為我哋嘅心態好似 keep 住我哋唔上路，係唔會改變。有時候我們的一些的心態好像想要讓我們保持永遠不會老，這是不可能的。好多時我哋對我哋嘅仔女以為佢好似仲係10零歲咁。有時候我們看到我們的小孩子，我們都一直想着說，他好像他們小時候10幾歲的時候的樣子，甚至乎好似幾歲咁樣，甚至以為他只有幾歲。我對佢哋嘅溝通方式係冇變過，父母對他的溝通的方式沒有改變，於是只係引起屋企嘅矛盾。最後結果就是會引起家裡面的一些的矛盾。於是就引起大家，尤其是你個仔可以忍得你，係你嘅心抱忍唔到你。尤其是你的小孩可能夠忍受你，可是他的配偶、他的太太或者是他的先生就沒辦法。所以我哋要好小心，我哋人係老，但係我哋需要喺我哋嘅心態裏邊，亦都係要跟住我哋年紀去改變。所以我們要很小心，雖然我們人會老去，可是我們的心態也要跟着有一些的調整。當我哋能夠調整適當嘅時候，當我們調整適當的時候，我哋嘅心，我哋嘅生活會更加嘅開心。我們的心，我們的生活會更加的高興。好多時，唉，咁鬼老咯，仲改乜啊？對唔住，好多時候你要改。我們都想說，我都已經那麼年紀了，還改什麼呢？可是牧師跟我們說，對不起，我們就是要改。今日你唔係寫信俾你嘅仔女㗎，今天你不再寫信給你的小孩，打電話都唔得㗎啦，打電話也不行了，係唔係啊？你揾你嘅仔女係點樣揾㗎？你怎麼去找你的小孩子？唔該，攞個手機出嚟撳下佢啦。就麻煩你拿人的手機出來按一按。我識咗個弟兄，真係而家都唔肯用手機㗎。牧師認識一個弟兄，他到現在都不肯用手機。就嚟，佢要搬入山窿住㗎啦。他很快就要躲到山洞裡面去住了。我哋係要跟住個時代嚟改變。我們要跟着時代。有啲嘢我哋要改，有些我們要改變。有啲嘢我哋係唔需要改。有一些我們不需要改的。有啲嘅生活嘅態度，我哋應該係俾。有一些生活的態度，我們應該要調整。例如嚟講，譬如我哋係需要做一個快樂嘅人。我們需要做一個快樂的人，容易同人相處嘅人，容易跟人家相處的人，尤其是對一啲不關重要嘅事，我哋千祈唔好太過執着。尤其是對於那些不是很重要的事情，我們不要太執着。我記得你知我哋上一輩咧就好慳。你知道我們老一輩是很省的，很節省的。我有一個表舅父，牧師有一個表舅喺我樓下住嘅香港。在香港的時候是住在他樓下。雖然佢屋企佢自己係好叻，好識揾錢。在家裡面他很厲害，他很會賺錢。我相信佢冇話俾我哋聽。但我相信佢啲身家係億計。牧師不知道他到底有多少，可是他相信那個至少有上億的。係佢仍然嘅一定要坐電車。可是他是堅持，他一定仍然總是要坐電車。你知唔知香港點解要坐電車？你知不知道香港為什麼要坐電車？唔係嫌佢快，不是因為它很快。係最平。
是因為他最便宜，佢嘅生活就唔會改。他的生活沒有改變。咁另外，我用佢做例子俾大家，就知道我哋千祈唔好咁做。另外，佢係好固執。牧師是用他來做一個例子，另外一個他是很固執的。佢話咁就係咁噶啦。他說是這樣就是這樣子，唔會改嘅。不會改的。佢係冇結婚，所以咧啲兄弟姊妹咧都好尊敬佢。他沒有結婚，兄弟姐妹都很尊敬他。佢係大哥，他是大哥。但係咧啲人見到佢咧就怕咗佢。可是其他的人看到他，都會有一點害怕。因為點咧？佢唔會同你講笑嘅。因為什麼？因為他不會跟你開玩笑。仲有，還有喺外表上咧，我想帶出一個 point。我哋老咗，雖然係我話叫你唔好打扮，但係我哋係需要整齊。我們提到一個，就是我們老了，雖然我們可能不需要很多的打扮，可是我們至少要保持整潔。大家知唔知我哋上咗年紀有種叫做老人味啊？你知不知道年紀老了會有一種特殊的味道？最主要原因係我哋真係有一啲嘅特別嘅味係走出嚟。最主要的原因是真的是我們會有一種特殊的味道會散發出來。我哋如果唔係時時去沖涼咧，嗰啲味係特別大。如果我們不是常常的去洗澡的話，那個味道是特別大的。我依家親戚咧，我唔敢話佢有老人味，我聞唔出。到而家我都唔知，人話俾我聽嘅，我太太會知啊，但係我唔知。但係有一樣嘢，我又用佢做例子，佢係頭髮蓬鬆，啲鬚咧係唔剃嘅，突晒出嚟。牧師形容他的這個表舅的話，都是他的頭髮蓬鬆，那個鬍子也是胡茬子都凸出來。唔係話嗰啲真係生邊羊咩鬚嗰啲出嚟，係好似好多日啲鬚係唔剃過。不是那種人家故意的留鬍子，那個他的那一種是人家看下去是，他就是不刮鬍子。OK， 好懶，唔係我唔需要俾人知啊，我唔剃鬚啊，唔剃鬚咯。他覺得那個沒有關係哦，我不喜歡去刮它就不刮了。咁啊，平時着對爛拖鞋，你知香港熱，着條短褲，着件底衫又唔似底衫，笠衫又唔似笠衫，咁就喺街行噶啦。在香港就是穿着那個拖鞋，穿着那個背心短褲，就到街上去走了。你唔識佢咧，你以為佢係齋街邊執紙皮嗰啲嘅。如果你不認識他，你以為他是在街邊撿破爛的。你唔知道原來佢係幾億身家。原來你不知道，原來他是有好幾億。佢可以一揞1000萬出嚟買等樓嘅。他隨時都可以拿1000萬出來買一層樓。呢個就係我哋有時到咗年紀大，唔表示我哋唔需要買任何人化，但係我哋自己至少英文有一個叫做 presentable。我們雖然不需要特別的打扮，可是在英文裡面會有一個叫做我們可以呈現給別人的一個的樣子。點解好多時我哋冇能夠做到呢啲嘢咧？為什麼有時候我們沒辦法做到這樣的？因為我哋覺得自己老嘅時候咧，我哋就覺得神嗱，你要明白你嘅雙親覺得我冇用啦。當我們老嘅時候，我們會覺得說我們已經沒有用了，或者我哋嘅光輝歲月已經過咗啦，或者是我們最光榮的歲月已經過去了，我哋喺度等死啦。我們只有在等死了。當你有一個心態嘅時候，當你有這樣的心態，你就會妒忌人哋好過你，你就會嫉妒人家比你好，你又會怨天尤人，點解唔係咁？點解唔係咁？你會埋怨說為什麼不是這樣？為什麼不是那樣？你做嘢又好驚人哋呃你，你做事情嘅時候，你很怕別人欺騙你，每樣都好敵對嘅，用一個很敵對的態度去面人對身對你好邊周圍人。啲，你就驚佢嚟揾你笨啦。人家對你好的時候，你覺得他是懷着一個不好的心；人哋對你唔好咧，你又話人對你唔好。人家對你不好呢，你又覺得說他對你不好。我哋嘅生命
係好悲慘，悲慘。我們的生命是很悲慘的。要明白我哋嘅態度係知道我哋係被神所愛。我們要明白，我們的態度是被神所愛的。我哋要用神嘅愛去愛我哋周圍嘅人。我們要用神的愛去愛我們身邊周圍的人。神愛我哋，唔係因為我哋做咗啲乜嘢嘢。神愛我們不是因為我們做了些什麼事情。神愛我哋係因為我哋係佢所做嘅。神愛我們是因為我們是他所造的。同樣嘅，我哋愛別人，亦都需要有呢個嘅態度。同樣的，當我們愛別人的時候，也需要有同樣的態度。唔係佢哋做咗啲乜嘢嘢令到我哋愛佢，不是他們做了些什麼讓我愛他們，唔係因為佢個樣貌令到我哋愛佢，不是因為他的長相讓我們愛他。我哋愛佢係神叫我哋去愛。我們愛他們是因為神要我們去愛他。我哋係需要愛神所愛。我們需要愛神所愛的人。一個人能夠可以接受，甚至乎一啲對你唔好嘅人，你能夠去愛佢嘅時候，我就完成咗耶穌俾我哋嘅祝福。一個人去愛那些不可愛的人，我們就是完成了主耶穌託付給我們的使命。有機會大家可以去睇下呢個歌劇，甚至乎呢個嘅戲嘅《Les Miserables》。對，大家有機會可以去看看這個悲慘世界。裏邊有一個故仔，裏面有一個故事。我唔使講，再講先就趕咗走啦。我而家睇住嗰啲時候，但係我哋要講一個故仔。呢個人係被人冤枉，或者一個好少嘅理由，無端端坐咗10幾年監。故事裡面的是一個人，他很沒有緣故的被人的冤枉，做了10幾年的即係可能係好少嘅事，但係俾人關咗16。因為很小的事情，他被關了16年。放監出嚟嘅時候，冇人要佢。他從監裡面出來的時候，沒有人喜歡他。有機會睇呢個歌劇，我啲出嚟嘅，冇人要就嗰啲地方啲人就蝦佢。他每去到地方，不單止沒有人喜歡他，更是許多人欺負他。佢出去做嘢，他去工作，本來賺10蚊，本來可以得到10塊錢，但係佢俾3蚊佢。可是那些人只給他3塊錢，因為坐過監，因為他坐過牢，所以佢係充滿憤怒。所以他心裡面有很多的憤怒。有一日佢嚟到一個修道院度，有一天他來到一個修道院，好肚餓，肚子很餓，又冇地方住，也沒有地方住。個修道院嗰個神父就請佢入嚟，修道院的神父請他進來，同佢一齊食晚飯，跟他一起吃晚餐。然後今晚喺度瞓。他那天在那邊睡。當佢食飯嘅時候，見到佢哋即係用嗰啲碗碟嗰啲銀器。當他們吃飯的時候，他們用的餐具是銀器。所以佢喺半夜起身就偷咗佢啲銀器就走咗去。所以在半夜的時候，他就起來，把他的銀的餐具偷了，然後就走了。行到半路俾人捉咗。他走到半路上面就被人家抓了。捉咗之後，警察帶翻佢翻去呢個修道院度。被抓了之後，警察把他帶回到修道院去。佢話：我同你捉咗呢個賊。警察就跟那個神父說：我幫你把這個小偷抓到了。但係呢個神父話：可是那個神父說：佢話你搞錯咗，你警察先生。你誤會了。我呢啲銀器我係送俾佢。神父說：那個銀器那些餐具是我送他的。佢個警察冇辦法啦，咁於是就放咗佢。警察沒辦法就把他放了。於是當佢警察走咗之後，警察走了之後，神父真係將啲銀器送咗佢。神父真的是把這些銀的餐具送了給他。話俾佢聽，我哋愛你。告訴他我們愛你。你唔好再做呢啲事情。你不要再做這樣的事情。呢個人嘅生命就改變咗。人的生命就是這樣改變了。
改變咗之後，後尾又講到佢收養一個女。故事的後面是後來他收養了一個女兒，甚至乎用佢嘅生命係去換佢個女婿嘅生命。甚至到最後，他用他的生命來換他的女婿的生命。呢個就係我哋主耶穌基督要我哋活出嚟嘅。這就是我們主耶穌基督要我們活出來的生命。並不是我哋係需要嚟到呢度攞啲乜嘢嘢，係我哋係需要嚟到呢度係付出啲乜嘢。不是我們要得到些什麼，是我們要付出什麼。弟兄妹妹，弟兄姐妹，你今日嚟到教會，你係咪希望攞啲嘢咧？今天你來到教會，你想得到些什麼呢？或者你嚟到教會可以為神做啲咩嘢咧？或者是你來教會可以為神做些什麼？喺你嘅社區裏邊，在你的社區裡面，你可唔可以幫到別人咧？成為別人嘅祝福咧？你可不可以幫到別人，成為別人的祝福？當我哋有呢個嘅態度嘅時候，當我們有這樣的態度的時候，無論我哋嘅年紀幾大，無論我們的年紀是多少，我哋都會被人見人愛。我們都是人見人愛的。但係如果我哋成日覺得去到我哋嘅社區裏邊，可是如果我們常常覺得我們去到我們的社區裡面，我老啦，我老了，我冇用啦，我沒有用了。有時似啲人咧，好似嗰啲 voucher 啊，嗰啲食人就咁嚟圍住我，諗住埋嚟啄我嘅。又覺得說，好像周圍的人都是想要把我吃掉，或者是欺負我的。於是我哋對人就非常之反感，非常之消極。因此我們會對人很反感，也很消極。第一種人，人人都好中意；第一種人，人人都很喜歡；第二種人，冇人會埋去；第二種人，沒有人會願意靠近。你有你嘅時候，你有你的時候，你會將人一個埋親去都微笑講嘢又開心嘅人啦，因為你想去一個人嗰度，你都唔知佢幾時爆嘅嗰種。你如果有一個人靠近你，是一個常常微笑的、很可愛的，或者是一個你都不知道他什麼時候會發作的人。所以我覺得我哋需要係活出主俾我哋嘅愛喺我哋嘅周圍裏邊。所以我們應該要活出主給我們的愛，對我們身邊周圍的人。仲有一樣嘢，我願意同大家分享。還有一件要跟大家分享，比較敏感啲嘅問題，是很敏感的問題。當我第一次去到 Chinatown 翻工嘅時候，咁我哋就開咗個茶會，咁咪開茶會咩講啲咩嗰啲好多咩，即係總之有嘢講啦嚇。牧師在那個中國城裡面開那個茶會，咁啊然後咧講話，茶會裏邊有茶點噶嘛？茶會裡面有茶點。咁其實啲茶點係好渣嘅啫，我覺得好渣啫。茶點其實不是很好。咩幾件餅仔啊？小餅乾。咁啊有啲炒麵啊。有一些炒麵。哇！原來咧開茶會嘅人好多人嚟喎。開茶會的有好多人來。佢哋係咪聽你講嘢咧？他來是不是來聽你講話的呢？唔係啊，佢係希望攞嗰啲茶點。他的目的不是來聽你講話的，他是來吃茶點的。當時我真係百思不得其解啊！那個時候我真的是想不明白。嗰碟咁，那盤這樣的炒麵值啲咩錢呢？根本不值什麼錢。點解要爭住攞嗰碟嘢咧？為什麼要爭着去搶那盤東西？你話俾10碟佢，佢10碟佢都要晒你㗎。那如果你說你要給他10盤，他10盤都要的。新年嚟啦！新年來了。以前銀行咧就好似派利是封嘅。銀行以前都會發那個紅包封套。咁我喺 Chinatown 嘅時候咧，就見到嗰啲阿婆，我個 supervisor 對個婆好惡。有一次牧師去到那個中國城的那個銀行，他看到那個經理對一個老太太很兇。俾咗你啦！你仲嚟做乜嘢啊？我已經給你，你還來幹什麼啊？我話哇，你唔使咁惡啊！我話
個包利是封之嘛。牧師就覺得說，不用那麼兇啊，那個只是一包紅封包而已，是包那個紙而已啊。原來咧，佢唔係2蚊，你俾20包佢，佢又要咗你嘅；200包佢都要咗你嘅。你俾1箱佢，佢都照收可呀。原來老太太話是你給他多少，他都會把它拿走的。唔知點解有啲人老咗咧就會貪。不知道為什麼人老了很容易貪心，所以好多啲 scam 就喺呢啲走出嚟。所以很多的那個騙局就是從這裡出現的。唔知係咪冇安全感而覺得咧佢係需要即係有幾多就攬幾多啊？可能是不知道他是不是沒有安全感，所以能夠刮了多少就是多少。我哋做咗老人家，千祈唔好做呢啲。當我們變老的時候，我們千萬不要做這樣的事情。OK， 好多時我哋聽到古仔咧 ，Chinatown 嗰啲房咧，有啲死咗啊嘛，之後啲人去抄，咁我用個例子咧，用有日，你等我翻完職噶啦，唔係等間唔記得噶。那個 China， 我們常常會聽到那個在Chinatown 中國城裏面有一些的老人，他死了在房間裏面，沒有人知道。後尾抄佢啲嘢咧，發覺咧原來咧啲銀紙咧塞左塞右塞，左塞右塞，得好多錢喺度。然後去整理他的東西的時候，就發現說，他好多的錢都藏在不同的地方，好多錢。自己都唔記得。有一次我好講啊，我有一次我外母走咗好耐啦。有那個牧師丈母娘岳母走了，好耐啦，好久了。咁咧就我個大姨同佢住。我的應該叫小姨，不叫大姨啊。大姨，okay. 跟他住。咁啊，有次我小姨咧就去揾個大姨。有一天，那個小姨就去找大姨。咁一去到咧，佢就係個頭唔知邊度頭痛定咩痛嘅。他去到那邊就好像是頭疼還是什麼事情。我呢個大姨咧就成半個番鬼婆，佢冇嗰啲中藥啊，乜嗰啲。我的大姨呢，她比較西方的，她沒有這些我們中國人的那些驅風油啊這些的東西，她沒有的。咁啊提係咩？媽咪留咗包脫苦海喺度喎。他就想到說，哦，媽媽留了一包那個止痛藥膏。痛起上嚟乜都吃落去噶啦。痛起來什麼都吃啊，什麼都黏啊，那個管他多久啦。咁然後咧，佢就俾嗰包脫苦海俾我個細姨。然後他就把那一包那個止痛藥膏給了他，給那個小姨。個細姨後尾翻去開咗嗰種止痛藥啦。那後來小姨回家把他那個藥膏打開，真係唔痛啦。真的不痛了。因為裏邊係唔係錢啊？裏面都是錢。好多時咧，我哋年紀大咗咧，係好多時唔知點解要立咁多。然後好多時候我們年紀大了之後，我們會覺得說我們要藏很多、收很多、擁有很多。但係其實你要明白，當你雙腳一伸嘅時候，當你明白，當我們兩腳一伸要過去的時候，你呢啲收埋嗰啲都唔知去咗邊度。你藏起來的這些，其實都不知道去了哪裡。係咪啊？你嘅仔女又唔知道喺嗰度，你的小孩也不知道在那裡。知道喺嗰度攞咗都未，你聽唔到佢多謝你。他知道在那裡，他拿了，你也不知道他多謝謝，他也呀。你聽不到。你聽不到。點解唔而家趁佢識得多謝你嘅時候，俾咗佢咧？為什麼不趁現在他還會跟你說謝謝的時候，你把它給了他呢？點解唔而家將你所有嘅
同你啲朋友一齊分享呢？為什麼不能夠跟你的現在就跟你的朋友一起分享呢？大家開開心心，我們一起人哋多謝你，很高興的都唔知，他們也幾好謝謝你。好，所以嗱，我同大家講，我哋嗰個禮拜日嗰個飲茶隊伍都係咁嘅。以前係分開，而家唔分嘅。當我喺度嘅時候，你一係你俾，一係我俾，你唔中意俾我俾晒。這個要不要翻呢？牧師說他們禮拜天會去飲茶，那飲茶的時候誰結賬呢？那是沒有關係，誰結都沒有關係的。如果沒有人結，牧師就結，我們一起去。係，來，我哋要明白，我哋袋嘅有嘅使咗先至係你嘅，你未使嘅唔係你。我們要明白，你口袋裡面有的，你把它花了才是你的，沒有花的，那可不一定是你的。我哋呢個年紀唔係聚積財產嘅時候。我們這個年紀不是我們聚財，就是收刮那個財產的時候。我哋呢個年紀係要使錢嘅時候。我們這個年紀是要花錢的時候。所以我奉勸年長弟兄姊妹，食你要食好。所以跟年長的弟兄姐妹說，你吃要吃好，着要着好，穿要穿得好，行要行好，走也要走得好。千祈唔好虐待自己，千萬不要虐待自己。神會照顧我哋嘅，神會照顧我們，你唔使驚，不用怕。我活咗70幾年啦。我不能說我牧師活了70幾年，神從來未虧待過我。神從來沒有虧待過我，這一句我可以說，神從來沒有虧待過我。當你冇嘅時候，以為冇，唔知點解又有得嚟。當你沒有的時候，你不知道怎麼樣啊，你就有了。你搭上去就得噶啦。你只要踏出去就可以。可以同大家講，我咁多年嚟又開始揾錢，神就要我聽神嘅話，係一路我都係有11奉獻，超過11奉獻。在牧師那麼多年的侍奉裡面，牧師都很聽神的話，不是只有10億奉獻，而是超過10億的奉獻。但係計起數上嚟嚇死你嘅，係冇可能嘅事。算起來是不可能的事情。但係唔知點解，你見我今日我冇好寒酸。可是今天你看到我不會很邋遢、很寒酸的。我覺得我係活得好精彩。牧師覺得他活得很精彩。信神啦，你相信神，擺晒俾佢啦。你把你有的擺上，將佢擺喺你嘅第一位，把它擺在你的第一位，包括你嘅錢財，包括你的錢財，你嘅生活習慣，你的生活習慣，你嘅一切都擺喺你嗰度。你的將一切放在神那裡。我哋嘅神係冇虧待我哋，神不會虧待我們。最後我會總結一句，最後牧師總結，神對我哋嘅要求係乜嘢咧？神對我們的要求是什麼？乜嘢時候？什麼時候？我哋該做乜嘢嘢？我們可以做什麼？好似喺所謂傳道書講嘅，凡事都有定期。傳道書裡面講到說，凡事都有定期。天下萬物萬物都有定時。天下萬物都有定期。生有時，生有時；死有時，死有時；栽種有時，栽種有時；拔出所栽種的也有時。拔出栽種的也有時。我哋係收割嘅時，我們是收割的時期。唔好再嘈，不要再收藏，用咗佢啦。把它用。最後一句，最後一句，我哋上咗年紀，我哋識得去慢啲嚟。我們上了年紀，我們要學會怎麼去慢慢來。OK， 我記得有牧師講，我哋年紀咧就好有錢嘅，有3萬。牧師常說，我們這個年紀是很富有的，我們有3萬慢啊！我知道啊，這個眼慢，眼睛慢，係嘛？開始睇唔到嘢啦，係嘛？開始老花啦。耳慢，耳朵慢，手腳慢，
手腳會慢。有一啲嘢我哋千祈唔好做啊。有一些事情我們是不能做的。OK， 以前你後生嗰陣，擘開眼就跳出嚟喺張床度，千祈唔好制啊。我們年輕的時候，我們一張開眼睛就從床上跳起來，千萬不要做。慢慢起咗身，喐下啲手腳先至去啊。你要起來，動動手腳，然後才慢慢起來。有啲粗重嘢千祈唔好做啊。那個重的東西不要搬。尤其是啲弟兄們啊 ，OK， 你唔好而家咁叻，仲去換胎啊。尤其是弟兄們，現在你們不要自己換那個輪胎。攞3個 A 好啦。給 Triple A 好了。給陳壯聽嘅頭笑，我嗰陣時喺醫院學做院牧嘅時候，瞓喺醫院最多，即係當然啦，嗰啲撞到手腳冇晒嗰啲，佢唔會俾你去啦。咁啊去嗰啲，多數去啲骨科咩咧？佢都冚唪唥啲白衣公白衣婆，死你有白衣。牧師在做院牧的時候，他去那些看那些，當然如果是已經沒了就沒了，所以他去看的都是那些，大部分都是骨科，老人家都是。點解要瞓喺醫院呢？躺在醫院呢？斷盤骨。斷盤骨。係啦。這裡。盤骨嘛，就這裡啊。盤啊 ，OK。點解要斷盤骨啊？為什麼會斷那個盤骨呢？樣樣都有，每一樣其實都有。擔張凳仔去拉窗簾都跌咗落嚟。搬一個小凳子去拉那個窗簾掉下來。OK， 我都唔知聽咗幾多，擒上棵樹想割切，唔係擒上攞咗梯，擒上棵樹度割啲係咪？斬啲樹枝啊，跌咗落嚟就係咁先啦。有一些是爬了梯子到那個樹上要修剪那個樹木的時候掉下來，那就這樣啦。有啲地方我哋唔去得㗎。有些地方我們不能去。嗰把梯唔係我哋爬上去㗎啦，雖然有梯子不是我們的朋友，我哋要小心。有啲嘢我哋又唔能夠做。有一些事情我們是年紀大了是不能做的。食嘢又係，以前你可以食塊牛扒咁厚㗎。吃東西也是，以前你可以吃那麼厚的牛排。你以我哋去食 buffet 啊，慌死蝕咁樣。我們去吃那個自助餐，那個 all you can eat 的時候，我們怕虧本。但係而家唔好去，唔係唔去。唔係唔去，你要使錢啊嘛。不是不去，食少啲，吃少一點，樣樣常下，每一樣試一點。英文有一個字叫做 moderation。英文有一個字叫中庸。有時我哋係到咁嘅年紀，我哋需要學中庸。到我們這個年紀，我們要學會怎麼走那個中庸之道。學識有節制。學會要節制。咁我哋嘅生活就好開心，我們的生活就比較高興。我要停啦！我哋嘅年紀，我哋嘅金色年華，如果能夠，我們的金色年華如果能夠活得啱嘅時候，活在對的時候，我哋嘅生活係好快樂。我們的生活是可以很快樂。可以人見人愛，可以人見人愛，花見花開。但係如果我哋係唔正當嘅態度去活我哋嘅人生，如果我們用我們不正確的態度去活我們的人生，可能咧係腰心腰肺。那就這個叫什麼？捶胸頓足。對我哋嚟講係一個好痛苦。對我們來說是很痛苦的。我唔敢同大家講應該點做，應該點做。我不敢跟大家說應該怎麼做，應該怎麼做。但係我哋願弟兄姊妹喺2026年裏邊，我們願意弟兄姐妹在2026年這一年，我哋活一個更開心嘅人生。我們活出一個更高興的人生，令佢使到人見人愛。可以人見人愛。咁然後可以將福音係帶俾佢。
可以把福音帶給他們。當呢個係一個開心嘅人，人哋好羨慕你，佢自然會想學。當你是一個很高興、很喜悅的人，每個人都想學。於是呢個方法你都要將耶穌帶俾佢。你可以用這個方法把耶穌帶給他們。我一齊低頭祈禱。我們一起禱告。主，我哋多謝你。主，我們感謝你。主，雖然我哋講咗唔係好多關於聖經嘅事情。主，雖然我們講了不是很多關於聖經的事情，但係我哋都係知道，我哋嘅生命都係由你而來。可是我們都知道，我們的生命從你而來。我哋嘅生命嘅態度都係因你喺我哋中心。我們生命的態度也是因着你在我們的心中。主，我哋願意係活出一個更精彩嘅人生。主，我們願意活出一個更精彩的人生，使到人哋可以睇到之後，讓人看到了以後可以睇到基督喺佢，可以看到基督在我們的裡面。可以咁祈禱。我們這樣的禱告，奉主耶穌基督名求。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，阿門。謝謝關牧師的分享啊！我們聽了到以後，大家都年輕20年。求神幫助我們，給我們新的一年有一個好的心態啊，一同來為主而活，讓我哋新嘅一年啊，年輕嘅心態嚟到為主而活。今日係聖餐嘅主日，今天早上是聖餐的主日。也是今年第一個禮拜，星期天，我們一同來敬拜神，一同來守聖餐，紀念我們的主。喺今日第一個嘅2026年嘅第一個主日，我哋一同嚟到去守聖餐，紀念神俾我哋嘅恩典。我哋先嚟唱一首嘅詩歌，預備我哋嘅心。我們先來唱一首嘅詩歌，來預備我們的心。主耶穌，我感謝你，你的身體為我而生，帶我從黑暗進入光明國度，使我再次能看見主耶穌，我感謝你，你的寶血為我而流，寶貴是加上一直恩典永留，使我完全自由，為十架的大能使我生命，主耶穌，我匍匐敬拜你，寶貴十架的救恩是你所立的約，你的愛永遠不會改變。主耶穌，我感謝你，你的身體為我而生，帶我從黑暗進入光明國度，使我再次能看見主耶穌。我感謝你，你的寶血為我而流，寶貴是加上一直恩典永留，使我完全的自由，寶貴是加的大能賜我生命，
主耶稣，我匍匐敬拜你，宝贵是家的主恩，是你所立的约，你的爱永远不会改变。宝贵是家的大能，赐我生命。主耶稣，我匍匐敬拜你，宝贵是家的主恩，是你所立的约，你的爱永远不会改变。宝贵是家的大能，赐我生命。主耶稣，我匍匐敬拜你，宝贵是家的主恩，是你所立的约，你的爱改变。你的爱永不改变。谢我们的主耶稣，他在十字架上向我们表明的爱是永不改变。我哋感謝神，主耶穌喺十字架上向我哋表明嘅愛係冇改變。我哋一同要嚟到紀念主。我們要先來讀一段的經文，哥林多前書第11章23到29節。我哋讀哥林多前書第11章23到29節。我哋用啟應嘅方式嚟讀，好唔好？我們用啟應嘅方式來讀，我先讀第23節，我邀請會眾一同來讀第24節。我當日傳給你們的原是從主領受的，就是主耶穌被賣的那一夜，拿起餅來。飯後也照樣拿起杯來說，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約，你們每逢喝的時候要如此行，為的是紀念我。所以無論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餅，喝主的杯，就是干犯主的身，主的血了。因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體，就是吃喝之時的罪。呢一段嘅經文好清楚嚟到話俾我哋聽聖餐嘅意思。聖餐紀念到過去主耶穌嘅寶血為我哋流出，佢嘅身體為我哋被釘喺十字架上，為我哋成就寶貝嘅救恩。聖餐紀念到現在，提醒我哋嘅身份，我哋係神嘅兒女嘅身份。聖餐紀念到將來，我哋再一次得着提醒，當我哋每一次領受呢個餅呢個杯，紀念到耶穌會第二次再翻嚟，我哋要預備我哋嘅心嚟到紀念主嘅再來。聖餐有3方面的意思，第一是紀念過去耶穌為我們被釘在十字架上，他的擔當我們的罪。呢個餅預表耶穌的身體，呢個杯預表耶穌的寶血為我們流出來，洗淨我們一切的罪。聖餐也紀念我們的身份，我們是神的兒女，我們行事為人要與我們的身份相稱。聖餐也紀念將來耶穌會第二次的再來，所以當我們每一次領受這個餅、這個杯，
我們都預備我們的心，等候耶穌的再來。我邀請在我們中間每一位，你清楚知道你已經接受耶穌成為你個人的救主，你已經是神的兒女，你要明白聖餐的意思。我願意你邀請你預備你的心來領受這個餅、這個杯。我邀請喺我哋當中每一位，你清楚知道你已經接受咗耶穌為你個人嘅救主，你係神嘅兒女，你又明白聖餐嘅意思。我邀請你預備你嘅心，一同嚟到預備領受呢個餅、呢個杯。讓我們有一段安靜的時間，來好好的來禱告，來預備我們的心，來領受這個餅、這個杯。邀請執委到前面來幫我來派這個聖餐，請執委到前面嚟幫我。是家在地有生命泉，基督寶血已流。是我的荣耀，我眾罪都洗淨潔。我們一同領受這個餅，來紀念我們的主耶穌基督。我哋一同領受呢個餅，紀念主嘅恩典。我們一同領受這個杯，紀念主嘅寶血為我們流出來。我們一同領受呢個杯，紀念主耶穌嘅寶血為我哋流出，洗淨我哋嘅罪。主耶穌，我們非常感謝你，因為你在十字架上向我們表明你的愛，求神你的愛來吸引我們，要我們衷心的來愛主。主啊，我們為你的恩典獻上感謝。主耶穌，我哋好感謝你，因為你喺十字架上擔當我哋嘅罪，為我哋成就呢個寶貴嘅救恩。求你嘅愛激勵我哋嘅心，叫我哋更加嘅喺我哋一生裏邊嚟到為主而活。多謝你聽我哋嘅禱告，感恩奉耶穌基督嘅名求。好，我哋有啲家事嘅分享，邀請 Ed 幫我翻譯啦。是分享。Okay. 今日係2026年嘅第一個嘅主日。今天是2026年第一個主日，所以咧就恭喜大家新年快樂。恭喜大家新年快樂。願神咧祝福大家，今年咧年輕20年。願神祝福大家身體健康，大家都好 happy 健康係啦，喜樂。或者跟阿關牧師去飲茶。關牧師請客。
不過崇拜之後咧，我哋食咗茶點先去飲茶。我們還有茶點交通。大家留低咧，能夠有啲好交通係好難得嘅。有點交通分享嘅時間。今日咧，我哋茶點完之後咧，我哋會有教會嘅祈禱會。茶點時間完了之後，我們有教會的禱告會。有一同心嘅禱告，彼此嘅代禱，為教會嚟到禱告。我們有同心禱告，彼此代禱，也為教會禱告。我哋可唔可以散咗會嘅先至大家收嗰啲杯嚇？禮拜五咧，我哋都開始翻有祈禱會啦。放假之後，我哋禮拜五有祈禱會，歡迎大家嚟參加。禱告會開始了。禮拜六嘅太極班咧都開始上堂啦。禮拜六也有太極班。9點半，歡迎大家。9點半。呢一個禮拜六咧有一個好特別嘅活動。要來的禮拜六有一個很特別的活動。大家好中意食 Mochi ，Mochi 好食啊！我們會一起做麻薯。但係咧教你一齊整咧，仲好食。我們一起來學做，自己做。咁咧係呢個禮拜六下晝1點鐘開始嘅。是禮拜六下午1點開始。Sylvia 姊妹咧就教我哋。Sylvia 來教我們。歡迎大家咧，你早啲嚟咧，帶埋你個自備午餐一齊食，食完就開始咧嚟到食 dessert 啦可以12點來到教會，我們一起吃自備的午餐，然後吃完我們就開始。Sylvia 咧會幫我哋預備啲材料嘅。Sylvia 會幫我們預備這個。所以我哋要知道有幾多個會嚟啊。所以我們要知道有多少人會來。後面咧係有個報名表，請大家填一填，根據好好啲預備嗰啲材料。請大家登記，讓我們可以統計人數，預備材料。咁記得啦，係呢個禮拜六啊，呢個禮拜六。是要來的禮拜六，1點鐘開始。1點開始。我知道有啲弟兄姊妹好開心，都準備要整啊！呢個真係最好食噶啦啊！好，嗱。大家留意咧，今日嘅崇拜係10點鐘，係咪？今天的崇拜是10點開始。下個禮拜開始咧，我哋繼續係2堂嘅崇拜，9點半同埋11點。下個禮拜我們仍然是分開2堂的崇拜，9點半。所以我與夫的弟兄姐妹，你不可以在10點鐘來了，要9點半前要到。國語9點半。廣東話弟兄姊妹，如果你10點鐘嚟咧，唔緊要，你點解聽到國語嘅咧？咁你知道係咩事啊？OK， 11點鐘崇拜啊，大家留意。好，如果你仲未人攞呢個教會嘅新嘅2026年嘅年歷咧，喺後邊你記得攞。後面還有2026年的年歷。好，歡迎大家啊！好啦，我哋一同起立，我哋唱3一頌。我們唱3一頌。讚美真神萬福之根，地上生靈當讚主恩，天上萬軍頌讚主名，讚美上父聖子聖靈。阿們。請我哋一同站立，領受神賜俾我哋嘅祝福。我們一同站立，領受神賜給我們的祝福。願主耶穌基督的恩惠、神的慈愛、聖靈的感動，常與你們眾人同在，從今時直到永遠。願主耶穌基督嘅恩惠、父神嘅慈愛、聖靈嘅感動，常與你們眾人同在，從今直到永遠。阿門。請坐。我們默禱以後結束今天的聚會。我哋默禱之後結束今日嘅聚會。